科市长，还有我们的理事长跟秘书长我们的理事长跟秘书长都很年轻那首先我要感谢我们两位的帮忙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看一看我们的司机还有那也顺便了解，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跟工会一起合作，我们交通部的很多的计划跟规划，还有跟我们的工会大家一起对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计程车的这个服务可以提升的这项共同的工程可以进展到什么程度那刚才这个秘书长在讲这个提升服务2.0计划，我态度是这样的只要中央有政策台北市都可以先行示范，听到没有？他就讲我们的资源总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要一次都全国一体共享，所以台北市资源比较丰富，只要中央有这个提升计划2.0有什么版本出来，台北市一定会全力配合，来增加这个计程车在司机在生活上跟工作上的方便。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这边拍好了哈，我就开你有开启这个出来，好不好？好，这边是那个车辆转角，麻烦不好意思等一下。